欢喜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这个第7号的风台查帕卡正式来形成了，甲第6号的风台这个烟花形成双台共舞的局面。目前世界各国预测到烟花风台的落草小可有无同。日本的气象厅甲美国的海军拢预测这个风台的中心会为台湾的上界北边来回过。韩国的气象局的预测是会离台湾较远。不过，即摆互人较担心的是，两个风台会互相来影响。气象局讲，第7号的风台查帕卡会慢慢往北边，也就是往中国广东的方向来刷动，对台湾的天气无直接的影响。若这个烟花风台的落草有小可刷往北边，明仔载上紧就会来增强为中度的风台。气象局按算日拜3的下晡来发海上的警报，礼拜4来发陆上的警报。拜5是这个烟花风台上界挖进台湾的时阵，全台湾拢爱严防豪雨。这个后续观察的重点是，烟花甲查帕卡这两个风台是毋是会互相来牵引，来致使到电源效应？明仔载可能变天，为卫星温度来看，台湾东边海面有一个轻度风台叫烟花。继续向西边，又是咱台湾这边来，有可能变成西北台，会带来大雨。22号到24号，也就是周四到周六这段时间，会是台风相对于台湾较接近的一个时候。到时候就会受到烟花台风本身以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现象。西北台威力有偌强？来看民国93年爱丽风台就是典型的西北台。风台权力会因为反时钟来刷震动，引进西北风，致使讲台湾西半部变成风头面。雨会真大，伫山区经过可能造成严重的土石流。这摆烟花风台敢有算是西北台？目前伊离台湾的东边海面向西北方向移来。若是风台中心为基隆甲偏甲市之间通过，就是西北台。目前气象局估计，各地风台扫过的几率，基隆上悬有41%，宜兰40%，双北39%，其他县市上济嘛敢若37%。气象局估计明仔载增强于中度风台。拜3发海警，拜4发陆警。日到24是上压台湾的时，敢有可能甲另外一个风台加做伙？所以首先呢是查帕卡台风，它的一个强度要能够维持大概台风的一个强度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到时候查帕卡台风跟烟花台风它们一个相对位置的距离，就会决定这两个台风是否会有相互牵引的一个作用存在。目前查帕卡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较烦恼是要来这个烟花，也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